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前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心愈来愈寒，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找苦报，只要你作伴。阮已经坠落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。你都唔通吃饱你化枵，吼！叫伊讲建设公司卖拆厝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若是安尼做，就叫伊讲继续顺势落去共款。你唔通吼，家己的代志都管袂完，管别人的营养事好。这毋是别人的营养事呢，是你小妹的代志啊，嘛是你引起的。若是我引起的，就我来收尾嘛。拆厝毋都无代志啊。你真正毋肯斗相共？啊，莫嗲骗小的啦。 迄是恁阿兄想要叫阮小妹，想要讨好伊啊，毋则利用你，利用咱的感情。我甲你讲，我陈正雄毋是戆人啦，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啦。好，你若毋阻止因拆厝，我就永远拢袂插你啊！各位啊，其实我知影你毋是真心的，但咱两个感情毋是讲一天两天的啦。 你着爱徛伫我这边替我想，叫因紧来拆厝，紧来从尾款摕互我。啊是安尼吼，我着去做生意，通趁真济的钱。将来要是嫁互我，得当嫁好的日子，你有信？我才袂嫁你的，你有一天会去互钱掩饰啊！啊，当我是靠钱掩饰，迄是我上快乐的代志啊。我无法度，我甲你讲落去啊。咱就莫讲遐无聊的代志啊，咱来讲咱两个代志。各位啊，其实我了解你的心情啦。你当初红甲阿大哦，迄是绝对无毋对的啦。各位啊，既然你开喙啊，我一定甲阿芬斗相共的。要毋过哦，你嘛爱同情咱两个人，替咱想看卖啊。啊，恁阿爸反对咱两个斗阵做伙，而且哦，各位啊。你做啥？走啊！走啊！哎呦！你是要死啊？当老皮，你还死咧创啥？你连你小妹的代志都拢无咧关心，你算啥物阿兄？你若要行正道，我就是一世人要嫁嘛，袂甲你做伙啊！各位啊，各位啊！要规日家生。 加拿大两个他。来，北林西桥里，江南大地。李先，我徛到你后壁，其实徛足久啊。我看你咧看遐囡仔，看甲你戆神戆神，啊，煞歹势甲你搅搅。啊，你是咧想啥物？
这片土地是这个囡仔的快乐天堂，轻轻煞要变成一个游乐区啊！我咧想，是毋是使卖拆这间厝，而且莫去影响到工程的进度？李生，其实你讲了无毋对，我甲阿芬啊，一直拢甲当做你是一个好人。以前吼，阮误会你，大家该回事的啦。莫安尼。假使你当利用你甲你未婚妻感情的关系，暂时莫拆这间厝，阮以后吼，绝对会好好甲你答谢的啦。实在是无法度，已经尽力啊！你对陈小姐实在真好，我祝福恁两个。我先失礼。多谢你哦。多谢。再见。阿爸，我转来啊。哦，那叫我等，拢我先加班咯。无啊，我著甲同事讨论一寡代志，所以叫我转来啊。哦，饭我煮好啊，去炒菜。哦，好。阿爸。嗯。阿兄还袂转来哦？无啊，最近哦，拢嘛甲阿阮咧斗相共，这行工课根本就无咧插啊。阿爸。嗯。我感觉阿兄哦，对阿芬有意思呢。嗯。我看哦，上好是两个紧结婚啦。你怎讲啥？无啊，那我是同情阿兄呢。伊若无娶着阿芬吼，可能这世人我拢无爱娶啦。我娶就莫娶啦，咱无需要甲大家结亲情啦。你最近甲这行是名个来往？无啊，大家拢是自细汉斗阵到大汉的朋友，啊拄着拢爱拍一招呼嘛。哦，上好啦。我若想着因姓陈的哦，我就几百岁啦。这个甲我竞选乡长，用买票的，无要哪会调？咱也无证据啊。所以无证据，大家拢嘛安尼讲。我做乡长，大家拢甲我学落呢。我哪会落选？伊就是买票啦，无要哪会调？但啊忠诚，佮想要甲我张啊泰山比，伊做乡长吼，就想要炒地皮，想要趁大钱啊。阿爸，我要紧来煮菜啦。国辉，你农会咧上班吼，爱人好呢，迄个关系啊爱顾好势啊。我按算伫咧下一届吼，要叫你搁出来竞选乡长。乡长这个位哦，我一定要抢倒转来啦。咱甲陈家吼是死对头呢，无可能结亲情。嘿，我若毋是带来讲即个阿芬啊吼，心肝真好，所以我若无阻止恁哥哥去甲伊斗相共啊。这甲伊两结婚根本就无相款啦。阿爸，你一定要啊，我紧来煮菜啊。袂啦，阿爸袂晓啦。嘿，你爱注意呢，你毋通去学正阳，甲你迄落。阿爸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阿爸。嘿，国大，啊你倒转来上拄啊好。嘿，我甲你讲哦，以后你若要娶某吼，你爱娶就小阮即款查囡仔才会用。哦，我知影，一定是阿爸以前无娶到美婉仪啊，即摆叫阿兄去娶小婉啊，安尼来完成家己的愿望，对啊？你查囡仔吼，黑白讲咧讲啥啦？迄是迄落过去的代志啊，迄甲这无共款啦。阿爸，阿母已经死遐久啊，阿美婉仪啊，即摆嘛是大神啊，啊你嘛共款，阿阮甲你斗相共无？你查囡仔人吼，你这个话你也讲会出来，你家己袂惊歹势哦。阿爸吼，替你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天玲啊，咱斗阵来敬乡长伊爸仔囝。好，不管动，运动，来。乡长啊，实在足感谢的，你今日两家真受到你的照顾，而且佫住伫恁厝的，真骄傲，无啥物通我交代的啦，尽量恁真好食。是不是？刘总，我实在真钦佩你，你实在真有魄力的。这马仔咧跳厝哦，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吼，跟你斗相共啊！刘总，跳厝是爱跳无对，但不过我想我的查某囝吼，乡长，迄是恁的家内事，恁应该家己去解决啦。对对，刘总安尼讲真有理啦。阮阿爸吼是够受责，那这换着我来讲是哦，但是讲这代志是对的，就准讲是我家己的亲人吼，我嘛是照常安尼处理。
这就是我做人成功所在。陈先生，嗯，你做代志真有魄力，我阁敬你。啊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啊，局长啊，哦，现在真欢喜哦，会当安尼甲你斗阵食饭啉烧酒，后转若是阁有机会吼，我请你，吼。我看这摊也是我请啦，啊，不过跳出的代志，就请你完全配合。哦，好，一定一定，爽快爽快，有够阿萨利的，哦，这个后转吼，我一定好好来配合，吼。若是这厝无拆吼，我就无死蛋，我甲你共死伊，吼。歹势吼，啊，我有代志要变转去台北一转，恁慢慢来用。哦，黑宁啊，黑宁，尤总，你今日实在真无良心啊！你说做伊家己走起来放你一人伫遮，喂，这款的红菜我看早早甲切切的。嗯。我看你是啉酒醉啊？这样哦，你讲伊孝分出来，尤总，真歹势，我来食饱，我先一杯。无啦，爸，无啦。兄弟，明仔跳出的代志，你唔通放我袂记啊！好，一定，我一定做好势吼。这啦，是我，李天林。来，李白，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代志？啊，嘛无咧。哦，医生讲我恢复了真紧。安尼真好啊！是啊，若愈紧好吼，就愈紧出院啊。我逐工若要困进前，我若想着我已经小母母，搁好好伫遐的时阵，我心肝头就足欢喜的。也毋过，我若想到第二天，你有可能去也听着。我心肝头就足艰苦。对啦，你的面粉车踮转去台北啊？我相信你心内一定真清楚，徛伫我路上，这厝是合法的。是啊，我是真清楚。也毋过第一感情上，我无可能目睭紧紧。看到我已经受强拆掉，啊，毋过你去法院告你甲恁阿爸。你无可能安尼做，你相信？你一定会靠靠伊对无？其实我是想要逼阮阿爸，逼伊讲伊想有另外办法来解决这件代志，所以讲，我伫咧态度上。无可能会忍过来。不过公司方面可能嘛无啥有耐心啊，尤其是你的面粉车对无？是标准一个生理人。你讲，伊是毋是还阁有其他的行动呢？你讲啊！李先生，你一定知影啥物？若无你这样做，袂走来遮对无？李先生，假使你若无讲出来，对你的良心上无好过，你是安怎袂讲出来呢？无毋对，我是感觉良心不安，但是我讲袂出嘴。安尼你会用走啊？谢谢。我最想要帮助你。你会用走？我
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。安怎？我陈建荣倒在是公事公办哦。恁遮若是无想要叫你关起吼，就紧甲离开这所在。陈建荣，你想讲你会真高兴？你趁阿芬咧受伤住院的时阵，叫人来拆厝，你对头你家己小妹安尼死，你敢有良心信？哼，我无需要你来教训我啦。但我家己小妹伊也无资格通管我啦。陈建荣，你嘛受过分了你哦。 这样，你什么事你啊哈？你若要来拆厝，你来吃，你来吃，你莫来吃。阿芬啊，等你脚受伤，唔带入病院，走来这是要创啥啦？我想要保护我家己的厝啊。但你是无法度通保护的啦，人拆厝是正当的呢。哥，哎，阿弟，你是毋是顾你家做的？阿芬是咪出来啊？哼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若毋是讲看在你小妹面子吼，我对你无客气啊！叫阿芬出走。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我赞成阿芬啊，反对拆厝啦。你真正啊！哎，我不是要来哦，是安怎？别插嘴！你这个跳住！你别管我！ 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。快进来，小爱，看你吧，你先坐下好。快下来啦！ 大家注意听！
来拆厝，我无赞成恁即摆来拆厝。恁敢无看到已经受伤夜市关的陈小姐？敢无看到这无辜的囡仔？你甘心是互陈小姐无厝通住，互这囡仔无所在通住？拆厝本来是我的工作，我的责任，但是即摆我甘愿去互抬头，无头路拢不要紧，大家就甲良心摕出来，唔通拆厝，马上停止拆厝。对，你跟你讲有道理啊，慢点，就慢点，无头路无要紧啊。你竟然安尼对待我，难怪我对你无情。喂，你个你啊，你是母社会啊？你毋是等台北啊？我是专工挂单的组织拆厝。嘿，你是讲啥话哈？讲要拆厝嘛是恁啦，讲无爱拆嘛是恁啦。嘿，你是咧比啥网啊？加装下来啊？请你唔通见怪，我互你一个交代。你是咧凊彩讲咧哦？我为着恁拆厝代志哦，去得失阮小妹啦，吼！到尾阮遮大家哦，都误会我啦。你哦，我唔管啊。食。李姐，多谢你哦，多谢。你的脚搁在受伤，爱加歇困呢。余副总，我不管，厝是恁家己无爱拆，买款紧来摕互我已经尽量配合恁啦。你放心，这件代志我会晓处理。好，我相信你是一个精明人啦。陈先生，麻烦你载我去饭店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。好，余副总，我这样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对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。